溫布頓係倫敦西南部嘅一個城鎮，係 London Borough of Merton 嘅一個主要商業中心。呢度係溫布頓網球錦標賽嘅舉辦地，並擁有 Wimbledon Common， 呢個係倫敦最大嘅 Common 公共綠地之一。溫布頓被認為係一個富裕嘅地區，擁有宏偉嘅維多利亞式建築、現代化住宅同埋低層公寓。呢度主要分為兩個區域。由火車站行出嚟向右邊行，就係 Wimbledon Village， 以 High Street 為中心，位置地勢較高，係原始中世紀村莊嘅一部分。而家佢係倫敦價格高昂嘅住宅區，靠近 Wimbledon Common， 再連接住 Putney Common， 緊貼住 Richmond Park。由火車站行出嚟同埋向左邊行就係 Wimbledon Town。佢係自1838年火車站建成以後，以 The Broadway 為中心嘅現代發展。樓價相對平啲 ，apartment 亦多啲。無論喺 The Village 上面嘅 High Street 定係 Town 上面嘅 The Broadway， 都可謂應有盡有。個性小店、各式餐廳，淨係泰式餐廳都有8間㗎。超市同 grocery store 粗略估計都有12間。Yoga、fitness 同埋 gym 大大小小竟然有28間咁多。商場有 Wimbledon Quarter、百貨公司 Elis、電影院同 theatre 等等，可以睇到呢度居民嘅生活方式。呢度嘅社群相當年輕，充滿活力。陣間喺片尾會大家行一圈㗎。而家介紹一下關於 Wimbledon 嘅有趣資料。1876年，Elis 百貨喺 The Broadway 上面開業，之後附近嘅商店越開越多，帶動咗 Wimbledon Town 嘅形成。Elis 百貨至今仍然喺度，原本以為會好舊冇咩睇啦，點知入到去發現，雖然比新嘅大型商場係細，但係佢中高檔品牌都好多。商場買手精心挑選適合本地人嘅需要同埋品味。今次就見到佢哋嘅櫥窗設計係以帽為主題，配合夏天出席運動比賽同埋私人活動，例如6月份喺 Epsom 舉辦嘅 Derby Festival， 同喺 Ascot 舉行嘅賽馬活動，啲帽都真係幾靚㗎。喺5月，百貨公司仲會舉辦一個為客人定製靚帽嘅活動，等客人可以為出席活動嘅衣着做好準備。溫布頓網球錦標賽由1877年第一場賽事至今，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盛事，令到全世界好多人都認識 Wimbledon 呢個地方。不過其實佢唔只係一項運動，背後係一盤精心推動嘅大生意。超過30年以嚟，透過同 IBM 嘅合作，由最初只係透過豐富嘅數據洞察球迷嘅喜好嚟增強對錦標賽嘅廣泛報導，到2024年更透過 AI 製作每位選手嘅摘要，描述佢哋喺上一場比賽嘅情況，同埋佢哋喺下一場比賽將會面臨一啲咩挑戰。用戶更可以自製球員清單，裡面有球員嘅相關連結，包括比賽直播、精華片段同埋比賽預告等等。喺錦標賽期間，有大量嘅觀眾、網球運動員同埋佢哋嘅團隊，仲有傳媒、贊助公司等等，呢啲人嚟到呢度，大家有冇諗過佢哋住喺邊呢？原來喺錦標賽期間，呢度會有好多人，好熱鬧，交通又擠塞喎。有啲居民寧願喺呢段時間去旅行，或者臨時搬走，將自己間屋租出嚟。租金收入相當可觀㗎，最貴可以去到15,000磅一個星期㗎。呢啲通常都係 detached house， 有大花園，有近球場，不過都係頂級球手先至會租嘅。相關租務一般係由專業嘅公司管理，例如 Tennis London 早在1984年已經成立， Wimbledon Tennis Letting 就都有25年歷史㗎。亦都有啲居民係會出租房間，咁就可以同網球員一齊住，連佢哋早餐食啲咩都了如指掌㗎。
喺錦標賽期間，交通安排都係一個挑戰。除咗正常嘅巴士服務，大會有穿梭巴士安排，但係都唔夠。於是就有咗夾份坐的士呢個安排，4至5個人上滿一部的士就開車，指定上落地點。價格係定咗㗎，喺2024年嘅話，大人每一位係3.5磅，細路仔就平啲，1.75磅就得啦。不過就算喺平日，你有時都會見到火車站出面嘅的士湊夠人數就開車上去位於山上嘅 Wimbledon Village。我諗呢個已經變成咗溫布頓嘅傳統啦。除咗網球，溫布頓係騎馬嘅最佳地點。呢度有好多騎馬學校，其中 Wimbledon Village Stables 設有互動式馬匹模擬器做訓練，可以增強體質同改進技術。佢位於一個設備齊全嘅練習室裏面，係各個級別嘅騎手進行熱身同埋技術訓練嘅理想場所。到實地騎馬嘅時候， Wimbledon Common and Putney Heath 有長達16英里嘅騎馬路線，向所有公眾開放，可以邊騎馬邊欣賞風景。呢度仲有啲交通燈係專門為馬匹而設㗎。喺英國生活，你會感受到強烈嘅酒吧文化。Local pub 喺附近居民嘅聚腳點，所以有好多熟客。Pub crew 酒吧巡遊，通常係一班朋友喺一個晚上逐間酒吧咁樣去飲佢哋每個酒吧特色嘅啤酒。顧名思義，飲到行唔到，要爬至得。而 Wimbledon 8 Pub Crew 好多英國人都識，係由70年代紅極一時嘅演員 Oliver Reed 帶起。遊戲規則係去圍住 Wimbledon Common 嘅8間 local pub， 由 Dog and Fox 開始，喺每一間酒吧裏面要喺15分鐘內完成1批啤酒。Oliver Reed 至少係喺 Wimbledon 度住，成日都喺 local pub 度見朋友。就算喺佢最紅嘅時候，佢都冇改到呢個習慣㗎。佢酗酒好厲害，生事嘅事件時有所聞，甚至有時做電視訪問嘅時候，佢都係醉酒狀態。不過佢喺訪問同埋清談節目中嘅表達能力、即時反應同埋幽默感，可以感受到佢深刻而敏捷嘅思考，散發住獨特嘅個人魅力，有佢一班嘅擁護者㗎。Oliver 喺財務安排方面似乎不太明智，我諗好多住喺英國嘅朋友都會有啲體會。70年代係 Oliver 最紅嘅時候，佢原本係想買一塊草地嚟練馬，以便接多啲關於騎馬嘅戲。於是佢就去 estate agents 度問啦，但係當時就冇。於是佢就去對面嘅酒吧飲杯酒，然後又翻去再問，咁有冇一塊草地連一間 farmhouse 呢？答案都係冇。於是佢就問，咁如果係一塊草地加一間 house 有冇啊？呢次終於有啦，就係咁，佢喺 Sherry 買咗50英畝地，坐立住一間擁有56間房嘅維多利亞大宅，連同一個湖同埋一啲 farmhouse。要保養同維修 Grey List 建築係一件相當昂貴嘅事，可惜 Oliver 係搬咗入去之後先至知道，而佢嗰間屋仲係超級大。據說佢喺1971年以85,000英鎊買入咗呢個物業，但係淨係冬天一個月嘅保暖電費就已經要400英鎊啦。Oliver 當年拍一套戲都會有超過8萬英鎊嘅報酬。佢喺世界各地拍戲，一年留喺間屋嘅時間其實都只有6至8個星期。喺70年代，英國嘅稅率係十分之高嘅。1971年 Income Tax 最高稅率係75%，再加上投資收入15% 嘅附加稅之後，最高稅率係去到90%。喺1974年 Income Tax 嘅最高稅率增加去到83%，再加上投資收入15% 嘅附加稅，最高稅率係可以達到98%咁高㗎。可惜 Oliver 冇接受到 tax advisor 嘅建議，搬去第二個國家度住，以避開成為 tax resident。
佢堅持以英國為居住地，因為佢真係好鍾意間屋，想多啲留喺間屋度。結果係佢揾到啲錢，大部分都俾晒稅局，同埋放晒喺佢間屋嘅支出度。幾年之後，喺冇辦法之下，佢唯有 downsize 由大宅搬咗入去 farmhouse， 以減少佢嘅生活開支同埋維修費用。再之後，佢離開咗英國，減少稅務支出，最終佢就買埋間屋添。有關呢間屋嘅近期資料，佢住過嘅 farmhouse 喺2009年以1200萬英鎊嘅價格喺市場上面放售，佔地2.1英畝，但係就冇賣出。之後多次減價，目前係以395萬英鎊嘅價格放售。屋內面積係有6300多尺，配有泳池、桑拿、健身房、家庭影院，仲有一個湖同埋一個直升機停機坪㗎。價錢可以話係真係好平，不過重點係你必須要有實力繳付之後嘅維修保養同埋日常開支至得。喺1999年 Oliver Reed 喺馬耳他拍電影《Gladiator》，休息期間佢去當地嘅酒吧飲酒，遇到一班水手。喺飲酒比賽途中，佢因為心臟病發而死嘅。當時電影仲未拍完，最後電影公司揾替身拍埋佢仲未完成嘅部分，之後用咗300萬美元，用電腦技術將 Oliver Reed 嘅面孔加返上去。Wimbledon 8嘅8間 pub 有2間已經倒閉，而家淨係得返6間。呢間就係起點嘅 Dog and Fox， 我相信已經係重新裝修過。星期日嘅下午好熱鬧，大家下次嚟到嘅話都可以過嚟飲返杯啤酒㗎。今日要介紹嘅樓盤係 Wimbledon Place， 位於 Wimbledon Town 裏面。發展商 Thornsets 同埋 YMCA St Paul's Group 合作，計劃分開2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係為 YMCA 提供121間房間同埋相關設施，已經喺2023年嘅7月份完成㗎啦，而家已經遷入咗新大樓。第二階段係提供135個住宅單位同埋商業空間，而家已經起到差唔多，預計交樓時間係2026年嘅第1季同埋第3季。管理費大約每年係4.5英鎊一尺。配套設施有 concierge 健身房、屋頂露台、庭院花園同埋共享辦公室。999年 leasehold with share of freehold。項目提供 studio 1房、2房同埋3房單位。售價方面，1房由43萬2500英鎊起，2房由66萬2500英鎊起，3房就由104萬7500英鎊起。呢度有好多好學校，私校亦都特別多，可以見到呢度嘅家長對私校嘅需求。交通十分方便，步行11分鐘就可以去到 Wimbledon Station。乘坐火車嘅話，7分鐘就可以到達 Clapham Junction， 17分鐘到達 Waterloo， 32分鐘到達 Blackfriars， 38分鐘就去到 St Pancras 㗎啦。同一個站搭地鐵 District Line 嘅話，17分鐘就會到達 Earls Court， 26分鐘去到 Victoria，27分鐘到達 Paddington，30分鐘就到 Westminster 㗎啦。喺 Wimbledon Station 仲可以搭電車，可以去到 West Croydon、East Croydon 同埋 Beckenham。另外，步行10分鐘就可以去到 South Wimbledon Station 搭 Northern Line，24分鐘可以到達 London Bridge，26分鐘可以到 Bank 或者係 Tottenham Court Road，30分鐘就去到 Old Street 㗎啦。巴士線都有好多架，連接住 Kingston、Fulham、Putney、Tooting、Clapham Junction、Wandsworth、Morden 同埋 Sutton， 仲有晚間巴士 N87 往返市中心。項目仲未有示範單位，要大樓起到尾聲先至會有，但係到時靚嘅單位可能就俾人揀晒㗎啦。想了解多啲呢個項目嘅朋友，請盡快聯絡我哋啦。而家帶大家睇下四周環境，鍾意我哋嘅介紹嘅話，請俾個 like 我哋啦。
撳埋鐘仔，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資訊㗎啦。